大埔大火造成嚴重嘅人命傷亡，令人非常痛心。假如不幸遇上火警，我哋應該點樣做呢？根據香港消防處嘅資料，如果走廊冇煙，應該關上單位大門，迅速離開單位，用最近嘅樓梯逃生，唔好使用升降機。如果濃煙堵塞去路，應該伏地爬行，接近地面嘅空氣比較少煙。如果無法離開，即返回屋內並關上大門，用濕毛巾、衣物等等塞住大門嘅所有門縫，防止濃煙滲入。留喺一間面向街道、未受濃煙影響嘅房間，關上房門，用濕布塞好門縫，再打999，清楚告知消防員你嘅位置，並於窗邊揮動毛巾、衣物，發出求救信號。平日有啲乜嘢可以做呢？準備一個細袋放逃生三寶：手機、門匙同濕毛巾。緊急嘅時候可以隨手拎走，同家人制定逃生計劃，確保大家知道逃生路線同應對方法。假如你係居住公屋嘅聽障人士，可以申請安裝室內火警視像警報系統。一旦大廈火警鐘響起嘅時候，單位內嘅警報系統會同步閃動，提醒住戶及時逃生。如果係房署公屋單位，可以同農福會嘅輔導中心社工聯絡。如果係房協嘅單位，請向所屬嘅屋邨辦事處查詢。